南部地區落大雨，高雄宣布今仔是停班停課，也是有一寡百貨公司宣布是照常營業。真儕員工就批評講，攏無在咧要意員工的安全。那市長陳其邁是講，希望雇主就要注意勞工的安全。那准因為這員工飲水無倒來上班，就要予伊請假。民眾也予山排隊照順時進入百貨公司，因為大水雨，準高雄市政府宣布2時停止上班上課。高雄漢神兩館也是宣布照常營業，夢時代嘛同款開館。今天風雨這麼大，你不擔心嗎？不會，因為在室內，我想說沒差。我覺得對於他們的人身安全，確實如果不要開會比較好。外口落大雨，內底嘛落小雨，塗骹囥大細卡水桶直接水。入來百貨公司室內，會當看到部分專櫃圍起來囥，因為政府公告停班停課。暫停營業的告示牌，不過正常營業的專櫃員工是一定愛落雨嘛來上班，互袂少專櫃小姐真生氣，批評無看重員工的安全。雇主還是要特別注意到員工的安全。那如果員工不能上班，那雇主應該要准予同意。他請假。勞動部嘛講，天然災害發生的時陣，非必要，雇主無應該要求勞工冒險上班，還是出勤。那因為業務性質，確實有必要出勤，必須經勞工同意，並應該負擔通勤協助甲安全維護責任。首先還是希望雇主以這個勞工的生命安全為重要，所以天災事件發生的時候，勞工原則上我們會希望不出勤。那不出勤的時候，雇主不能視為曠工遲到，或者是強迫勞工用事假或其他假別來處理。呼籲雇主能夠考量颱風假、豪雨假，其實它的一個比例並不高嘛。那能夠在勞工不出勤的狀況之下，也能夠給予薪資照給，這是我們所期待。全國產業總工會呼籲，因為極端氣候未來大水雨的狀況可能會成做常態，建議政府應該事先做好相關配套的措施，保障勞工權益。當地方政府宣布風台假，也是大水雨假的時陣，也希望雇主會當考慮勞工身心的安全，會當盡量避免讓勞工出勤。記者採訪報道。